以下咧，我哋有一啲嘅代禱事項啦。我哋咧喺當地咧嘅教會成立咗一個叫做醫療宣教策劃及祈禱小組。我哋2位啦，加上咧4位嘅本地嘅年青人啦，我哋咧會定期走埋一齊啦，為到馬達加斯加嘅醫療情況，教會嘅弟兄姊妹、家人、我哋嘅病人咧一齊去為佢哋去祈禱。我哋亦都咧透過呢個小組啦，係去策劃醫療宣教。希望咧呢啲嘅醫療服侍咧都可以本色化啦，更加道地啦。我哋咧都盼望大家為我哋祈禱啦，讓我哋呢一個嘅小組咧按住神嘅心意係去策劃，係去實踐醫療宣教，讓我哋可以一邊醫治病人，一邊傳講福音。另外咧，我哋喺當地咧正係向政府申請成立，將我哋教會嘅醫療室註冊成為醫療中心，將2架嘅醫療車成為流動醫療診所，讓我哋咧喺政府面前咧嘅醫療服侍咧更加有認受性。我哋咧好盼望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服侍嘅地方，係去將福音咧係去傳開。好希望咧可以學習耶穌咁樣走遍各城各鄉，一邊醫治病人，一邊傳講福音。好多謝大家嘅紀念啦！求神繼續去保守我哋喺香港嘅屋企人，讓到佢哋咧可以早日信主，讓到我哋喺前線去服侍嘅時候咧更加安心。亦都求神咧去保守我哋2個小朋友，信信咧已經7歲啦，就快升2年班。子興咧而家等緊 K1 嘅入學，求神去保守佢哋入學嘅順利，讀書開心，亦都有健康，讓到佢哋成為工場嘅祝福。